喺日常商業及工業用電過程中，大型設備運轉往往會產生諧波與無功電力，不僅徒增用電成本，更易導致設備過熱並縮短壽命。為解決企業用電痛點，喺澳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支持下，澳門綠色資源聯同澳門大學科研團隊就智能微電網中的電流質量補償方案展開深度合作。喺用電嘅過程裏邊呢，我哋會有產生一啲冇功用嘅電力，或者係一啲諧波。第一個咧就會令到個電費增加啦。第二個咧可能會對所有嘅機具咧產生一啲嘅不必要嘅熱。咁澳門大學咧就做咗一個補償機制，用 AI 嘅技術咧係將呢個唔同嘅波幅去過濾咗佢，令到佢咧嗰個電流咧係比較穩定，將所有嘅諧波啊嗰啲盡量去除佢。第一方面咧可以令到用電嘅費用咧可以減低。第二個咧就係有好多大功率嘅摩打啊，或者係大變頻器啊，或者各樣嘅電器使用嘅時候咧，令到佢唔使產生高熱。渠偉光表示，澳門高校喺電流質量補償技術上已具備國際領先水平，但科研團隊往往對市場商業化缺乏深度理解，企業嘅加入正好為前沿技術打通產業化落地嘅最後1公里。我哋同澳大合作咧，其實係一個產學研嘅項目嚟嘅，由佢哋做科研項目啦，咁我哋咧就做呢個產業化，將佢哋嘅呢個產品咧帶去世界各地啦。咁所以喺香港咧，我哋做咗一個非常好嘅範例，喺一個香港中型嘅商場裏邊咧，係幫佢做咗一個呢個優化裝置嘅。咁呢個優化裝置裝之前呢，佢嘅無功電力嘅補償基本上咧淨係去到92%嘅啫。裝咗我哋呢一個裝置啦，佢哋就變咗98.9%，將近已經完美㗎啦。所以嘅話咧，第一個啦，每年可以幫佢慳翻大概超過10萬蚊嘅呢個電力啦。咁第二個咧，用電嗰陣時導電器機具或者係摩打嘅呢個過熱嘅情況咧，得到極大嘅改善，間接咧就增加咗所有呢啲電器使用嘅壽命。該項目嘅順利推進與產業化，離不開科技基金喺背後嘅精準扶持。科技基金咧喺中間咧做咗一個係穿針引線嘅作用啦。第一個咧，佢哋係成功將我哋兩邊撮合啦。第二個咧，佢哋咧亦都做咗一啲嘅資金嘅支持啦，幫助我哋咧可以喺最初嘅時候未有量產嘅時候咧，我哋嘅成本比較高，政府咧就支持我哋喺研究同埋喺機具嘅生產上邊咧做咗一啲嘅支持，令到我哋第一步、第二步嘅機器可以順利咁樣出產，係真正用到個用家嘅身上邊。該項目不僅積極響應澳門長期減碳策略及國家雙碳目標，更展現咗澳門產學研深度融合嘅成功範例。未來隨住科技創新嘅持續推進，將有更多澳門研發嘅頂尖綠色技術走入更廣闊嘅市場。